1930年世界盃喺烏拉圭舉行，係史上第一屆，只有13隊參賽，美洲球隊為主。歐洲因為旅費太貴，好多冇去。最終烏拉圭憑主場氣勢奪得首個冠軍，亦都標誌世界盃正式誕生。1934年世界盃首次移師歐洲，由意大利主辦，首次採用外圍賽制度，參賽國家大幅增加。意大利靠主場之利同當時嘅強大防守體系成功奪冠，亦奠定佢哋當時嘅足球力量。1938年世界盃喺法國舉行，戰爭陰影令好多隊退出，但意大利仍然靠穩定表現成功衛冕。呢屆賽事係戰前最後一次舉行，最終喺歐洲局勢惡化下畫上句號。1942同1946年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停辦，足球世界沉寂咗成10年，直到戰後國家逐步復原先再恢復比賽。1950年世界盃喺巴西復辦，採用特別嘅分組決賽制度。最經典一幕係馬拉卡納之殤，烏拉圭喺超過20萬觀眾注視之下逆轉巴西奪冠，成為足球史最震撼場景之一，亦都令巴西足球重新反思。1954年瑞士世界盃見證伯爾尼奇蹟，強大嘅匈牙利一路領放，但決賽被西德逆轉，以3-2爆冷奪冠。呢一場成為弱旅反抗強權嘅象徵，亦展示現代足球科學訓練嘅威力。1958年瑞典世界盃見證17歲嘅比利初次登場，巴西靠佢嘅爆發奪得第一個世界盃冠軍。呢屆亦係世界足球技術美學提升嘅重要分水嶺。1962年智利世界盃，巴西再度封王，雖然比利受傷，只能夠由加連查帶領球隊，但仍然成功奪冠，證明巴西嘅球員層次深厚。1966年英格蘭世界盃，主辦國英格蘭首次奪冠。決賽對西德嘅加時入球，至今仍有爭議。值得一提，北韓首次出場並且爆冷淘汰意大利，係亞洲歷史性突破。1970年墨西哥世界盃，巴西憑比利最後一次參賽奪得第3座金杯。佢哋嘅進攻美學被認為係足球史最華麗嘅代表之一，亦都令巴西正式成為3屆冠軍王者。1974年西德世界盃，荷蘭嘅全能足球震驚世界，但決賽被主辦國西德逆轉，以2-1奪冠。呢屆象徵新足球理念同舊式紀律體系嘅交鋒。1978年阿根廷世界盃喺政治陰影下舉行，主辦國最終喺決賽擊敗荷蘭第一次奪冠，金巴斯成為最大英雄。1982年西班牙世界盃首次擴充到24隊，意大利喺初期表現平平，但靠羅斯連續入球奪冠，包括4強擊敗巴西嘅經典戰。1986年墨西哥世界盃係馬勒當拿嘅舞台，佢喺對英格蘭嘅上帝之手同世紀進球成為永恆場面，最終帶領阿根廷奪得第2個冠軍。1990年意大利世界盃節奏保守，入球少，但德國以穩定結構成功捧杯，第3度成為世界冠軍。1994年美國世界盃打破入場人次紀錄，最終巴西同意大利互射12碼，巴治奧射失令到巴西第4度奪冠，成為球壇經典一瞬。1998年世界盃首次擴軍至32隊，由法國主辦。施丹喺決賽梅開二度帶領法國首次登頂，而呢屆亦見證非洲球隊突飛猛進，其中尼日利亞表現亮眼。2002年韓日世界盃係歷史上第一次喺亞洲舉行，韓國打入4強，創亞洲最佳，最終巴西第5次奪冠，由朗拿度領銜重返世界之巔。2006年德國世界盃，意大利喺穩健嘅防守下奪冠。決賽最令人記得嘅係施丹用頭襲擊馬特拉斯而被逐離場，成為足球史最大遺憾之一。2010年南非世界盃首次喺非洲舉行，象徵非洲足球地位提升。西班牙憑控球配合踢出美麗足球，憑恩尼斯達加時嘅入球登上世界頂點。2014年巴西世界盃，德國以7-1徹底擊潰主辦國巴西，成為永恆震撼。再喺決賽加時，憑國斯入球擊敗阿根廷奪冠，第4次捧杯。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，法國憑成熟嘅世代成功奪冠，麥巴比成為新星崛起象徵。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，由美斯領軍嘅阿根廷奪冠，決賽同法國嘅對攻戰被視為史上最精彩之一。阿根廷憑12碼贏得隊史第3冠，美斯封神。